有通訊學者話，政府建議收返嘅頻譜唔算多，未必會令到通話中斷，但係話音質素就會受到影響。有學者解釋，所謂嘅頻譜可以想像成一條通道，通道嘅闊同窄關係住數據傳送嘅質同埋量。如果路越闊，我咪同一時間可以俾多啲車行，於是乎輸送到嘅數據量係咪會大啲咯？如果條路窄咗，咁於是乎行到嘅車就少咗，於是乎我哋可以輸送嘅數據量咧就會少咗。咁於是乎另一樣嘢導致就話大家要傳取數據嘅時候咧，需要嘅時間就會長咗。佢認為電話通訊所需嘅頻寬唔係太多，今次政府淨係收返1/3頻譜，唔會嚴重到令到通話服務中斷。但係相信網絡速度會變慢，話音嘅質素亦都可能變差。如果我哋個傳送嗰個空間窄咗，於是乎咧，我哋可以將數碼傳送嘅數據量細咗啦。咁我哋唯有犧牲或者補償翻佢咧，就將數碼化質素降低佢，令到佢產生嘅數據量細咗。咁於是乎就去傳送嘅速度咧，依然可以保持翻。但係呢個影響就令到音質咧，就大家聽翻出嚟嘅時候咧，就會係差咗㗎啦。咁佢又話，如果政府係根據網絡供應商提供嘅服務質素嚟到拍賣頻譜，市民將會有更加多嘅選擇。但係如果頻譜係價高者得，網絡供應商增加咗嘅成本，有機會轉嫁去到消費者身上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嘉瑩報道。